讲到以身试法，一对住伫新北市的翁仔某，今年2月7日违反了这个居家检疫规定呢，想要行小三通到中国，互人炸落来，当时佫骂防疫人员，和卫生局罚30万。这对翁仔某因为伊名下无财产，伊嘛无去纳这个罚款。2月19又佫想要出境，行政这个执行署呢，即摆以强硬手段查扣因的保单，并且限制因出境，家属才乖乖替因纳清罚款。 游览车带你们进机场。或者设立台中市这对翁仔某，今年2月7日违反居家检疫规定，想要为金门以小三通方式到中国，和防疫人员甲炸落来，这对翁仔某就开始骂啊！在吃什么？就已经出到这里了。防疫没有病人给你们饿死啊！ 警方监督因坐飞机转来台湾，居住伫新北市卫生局，甲罚30万。因过这对翁仔某无纳罚款，检疫期满了后，2月19又搁要出境，虽然讲因名下无财产会使纳罚款，因过出入境记录遮济，行政执行署嘛是有报。显然，他们对法官的缴纳是置之不理的，所以我们就采取最有效的执行作为，查获他有保险，所以我们扣了保险，把他限制出境。一旦他们入境之后，就再也出不去。 这2步果然有效，家属乖乖到邮局纳清30万块的罚款，才解除这对翁仔某的查扣甲出境的限制。行政执行署提醒民众，若是恶意无要纳罚款，执行署会使用查扣财产、限制出境，甚至拘提、管收等方式强制执行。乡亲千万唔通想要试看卖。